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拜六要投票，较早人讲选举无赛区，用心拼就有。若讲到选举嘛，不离免嘴唇一粒珠，小钱唔认输。若是讲小钱，就会硬恶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哦，这是哦加片音，读做哦第三条。古早甘为林第二字典解说讲，这个哦就是生气、无欢喜的形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哦，代表讲是鸟的叫声。另外，毛字典写到哦叫，意思就是讲吉片啊出声，或者是喊鸣的声。麦当讲是因为受到压迫发出的声响，或者是讲细细念、小嚷、小静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哦哦，头前讲到会当讲是喊鸣的声、杂念的声，也有哦哦嚷。上主要是讲小嚷、冤家的声。第二个词就是硬哦。古早讲是气嘴的人讲话鼻音真重，或者是无法度讲话的人，落尾讲话讲无清楚的形，嘛会当讲是硬哦。还有一个词讲是硬哦残，这是讲两边咧冤家一句来一句去的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单位的头家甲人客硬哦嚷。人客讲钱已经付予伊啊，头家讲人客钱也未予伊，两个人就安尼硬哦残，一句来一句去。上尾才发现讲，原来钱是落伫涂骹，一张误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哦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